可是呢，最近龙千常常在推行三好运动，对不对？哎，大家心都很善良哈，比方就听说好话，存好心，做好事。所以刚刚听到那个掌声呢，就知影大家吼拢这么有爱心的，大家拢这慈悲的，大家拢跟他菩萨的。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那个苏主席哈，那呢苏主席我们这个机会哈，在这个过年期间呢，可以跟大家见面啊，而且来行村哈，跟大家来过这个今天大年初三嘛哈，啊早拢讲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有困到12点超过，举手我看一下，12点过，你困到12点过？哦，你10点就来这等哦，来，你来一个来一个，妈你来，我先来一个来，你真正10点就来这等哦，有真正10点来这等的，举一个手我看，真的哦，你是有这你的名吗？真的啊，你真正10点以前就来这等哦，哦，你这做难过哦，真的啊，吐槽你哦，这问三妹，这问三妹。你长者来加蛋了，长者来加蛋。好，最近应该说比较新的专辑吧，《风水世家》的片尾曲，去年叫做《幸福之恋》，今年叫做《故乡之恋》，要不要听？要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故乡之恋一下哈。桂林刚先拢爱等你家己故乡嘛吼，这位团你嘛，我爸爸妈妈嘛吼，对吧哈？来一起故乡集团，谢谢。讲话连着自己的行动好不好？2句小节目哈。故乡的